我喜歡儲錢，所以如果有需要睇醫生，首選用公司嘅醫療福利。第二選項就係睇政府醫生。要睇政府醫生，第一件事咧就要 download 咗政府醫管局 HA Go 嗰個手機應用程式。download 完之後咧就做一個個人資料嘅登記，你必須要有香港身份證同埋有香港電話號碼，收一個一次性 SMS 嘅密碼嚟做登記嘅。登記完成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喺 HA Go 裏面咧就係做一個預約嘅。現在喺政府門診睇普通科嘅話咧嘅收費咧係50蚊，但係喺2026年1月1號咧就會加到150蚊。如果需要睇政府嘅專科嘅話咧，係必須要先睇咗普通科，由普通科醫生轉介排期去睇專科。登記註冊完成咗 HA Go 手機應用程式之後，可以 click 入去。下一步就係要預約普通科門診，喺呢度有預約普通科門診呢一個指示。而預約嘅技巧咧就係每一日正點嘅意思係早上8點、9點、10點，如此類推。正點咧嗰個配額咧就會出嚟嘅。撳入去之後可以選擇為自己預約或者為其他人預約都可以嘅。為其他人預約嘅話咧，你就必須要有佢嘅個人資料，只可以幫佢預。為自己預約咧就咁。假設我選擇離島區，咁就會出咗離島區嗰個嘅政府診所，佢亦都會有顯示佢有冇名額嘅。記住正點會放名額，假設有名額嘅話咧，就即刻撳入去。撳入去顯示攞到個位嘅話，佢就會出一個確認資料俾你嘅。咁你就按照指定嘅時間日期去診所。第一次睇嘅話咧，係必須要去 counter 度登記嘅。第二次睇咧，你就可以去到啲自動 check in 嘅機咧做 check in。由於資料豐富關係，其他 HA Go 有用嘅功能，下條片再傾。如果覺得短片有用，記得關注點讚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